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成样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少年的时若无骨力拍拼，等年岁大，就会一苦溜溜，啥物成就嘛无。也就是讲，自细汉就爱用功读册、学习，把握时间，好好拍拼。大汉了后，拢会有一定的成就。若准少年时，世界浪流连，无好好学习，到老的时，无啥物专长，生活就真有可能会出问题。这个时阵才要后悔，就袂赴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